听公东教堂讲古，欢迎，请坐，真欢迎恁来。自从这个世界建筑保护文物基金会票选通世界值得保存的建筑物内底，我得到头名了后，我就雄雄冲起来通台湾足侪团体个人拢注文要来甲我参观，我无用试试。毋过我足欢喜的，因为恁来，我会使甲恁介绍阮遮丰富佮精彩的故事互恁听。若要讲到我公东教堂，就要先讲到阮公东高工。若要讲到阮公东高工，就要先讲到释即平神父。释神父呢，伊是天主教别领会派来台湾的头一位神父。别领会是1920年代设立伫瑞士的一个天主教宗教团体。因成立的宗旨是要去到世界各地去服务善车人、艰苦人。释神父呢，来到咱台湾的台东，伊来遮传福音，关心原住民。伊看到因的生活足艰苦的，因为战后台湾凄惨落魄，尤其是原住民生活搁较艰难。所以释神父呢，毋若甲因传福音，嘛想讲要帮助因，互因一个机能会当适应即个现代社会，互因的子孙，互因的子弟呢，会使伫即个社会甲人徛起，甲人比拼。所以就想要设立一个学校，将因瑞士语言节迄个技术教育引进咱台湾，而且伊就起手招脚来设立公东高工。伊请迄当阵有心奉献的建筑师甲艺术家来起造，即摆恁看到阮徛起的即栋建筑物，就是4层楼高的建筑物。1楼是工厂，2楼、3楼是宿舍，4楼就是我公东教堂。迄当阵阮即栋建筑物是通台东上悬的呢。公东教堂起好了后公东高工设立了后呢，遮的师资安怎来？是释神父呢，写批转去伊的国家，还有德语系国家，去甲因讲请恁遮有心奉献的少年人来遮奉献恁的青春2冬，互遮囡仔会当学着恁的才艺。哇，迄实在足感动的，就是足侪人愿意来到台湾，来教遮原住民的囡仔，比手画刀，安尼甲因的才艺教互因。所以释神父呢，伊设立公东高工，就设立白枪、水电、乌手即个3个科，互遮囡仔学着真好的才艺才调。尤其是白枪科伊带遮囡仔去到欧洲比赛，迄逐冬拢着顶实在足请伊连咧欧洲的工业界拢知影讲，台湾有一个公东高工，偌敖咧释神父伊甲小雪来的神父修士，做伙为台东即个土地来拍拼。因做的代志偌济咧，你敢知？伊做的代志除了设学校，因遮的神父呢，搁去报番，互原住民有农地通种植，
佮帮因设医疗的诊所，佮帮因设即个欠钱的合作社，互因会当度过经济的难关。讲实诶哦，遮个身躯修士所做诶代志哦，比迄当阵啊中国国民党诶大官好佫较济咧哦。讲到白领会遮个身躯哦，哇，因来诶时阵哦，逐家是拢缘投飘撇诶少年家啊。几十冬了后啊，因即摆拢变做是头毛白苍苍诶老岁仔人。毋过啊，因对台湾诶疼吼，实在是互人足甘心诶。像南苏之父纪晓岫生父，伊就是白领会啦。毋过伊真少年诶时阵，就出车祸过身啊。啊，佫有发明即个骹底掠铃诶五六节生父，伊有原是伫中滨天主堂咧服务。伊即马嘛是头毛白苍苍诶老大人。啊，佫有东河诶挂着身躯，恁若后回有去到东河诶时阵啊，会使起来去甲拜访一下。去东河毋是干那食包仔尔啦，啊，佫有伫台东总会欧斯丁修士，伊嘛是奉献几十冬诶青春伫遮。因遮诶身躯修士啊，真侪人啊，食老诶时阵是留伫咱台湾，死嘛是待伫咱台湾。后回恁若有机会啊，去甲小马天主堂，会使去遐后壁有一个墓园，去遐追思一下。啊，佫有真侪所在诶天主堂呢，因伫遐奉献几十冬诶身躯，伊死了后嘛是待伫遐。有人讲啊，台湾上水诶景致是人，确实有影。即个人呢，毋若是台湾人，嘛包括遮诶认为家己是台湾人诶外国人啊。